地震发生后，就要赶紧救人甲救钱。这花莲玉里镇这个超商，因为地震了，倒去东受4人掉伫内底。救援队员利用破坏机具，一直清除这个障碍物，顺利将第二厝内这4人拢甲救出来。救援人员嘛记录当时的过程，伫人员平安救出来了后，再去嘛陆续将1楼超商的保险箱、甲提款机内底150万的现金嘛甲运送出来。 在叫声当中，赶紧逃命，回头一看，3层内建筑物直接倒来，规个拢是灰。厝内底阁有4个人掉咧，爱赶紧入去救人。开了，好看里面有没有人？灯光打开。消防人员冲入去，规栋建筑物厝架徛袂在，伫厝内底四界搜索，总算看到2位掉咧民众。 用机啊，移除障碍物拉落来天棚，直接把4大人带入碰椅，无再掉叮当。我们把旁边的障碍物清掉以后，会把你拉出来。你先不要急，你先控制你的呼吸。棚内底敢若手会当勉强活动，救援人员把天棚凸咧，片面搁放落来，偷偷把人救出来，剩2个人掉咧。不过其中阁有1位小朋友。 庄仔长下骹传出哭声，妈妈直直话讲有囡仔用肉身保护囡仔，上尾2个人成功互救出来。查某囡仔互用棉被包咧冒出来，上尾妈妈嘛互用软架救出来。就惊放落来建物有危险，伫厝做同意之下，官府透明拆掉，加在厝主无放啥物贵重物品，后续嘛伫喙石堆找到超商的保险箱。我拿购物篮装起来。 超商的收银机含柜台保险箱，大约有6万的现金。另外，伫 ATM 大约有250万，拢互成功找到。伫远警的护送之下，送去警察局清点，嘛继续找办公室内底保险箱的下落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